心理文章，點解政治與經濟節目往往好受歡迎？大家有冇注意到唔同平台嘅財經同時事節目非常受歡迎，主持人自信咁發表各種評論同分析，甚至預測事件走向。好多研究指出，呢啲評論人嘅預測準確率同大猩猩隨機擲飛鏢嘅機率相似。但有趣嘅係，啲人仍然熱衷於呢啲節目，反響熱烈。呢種現象涉及啲人嘅心理。喺日常生活中，好多人成日從事唔願意嘅事情，例如工作。雖然每日都需要返工，但真正鍾意工作嘅又有幾多？好多人工作只係為咗賺取生計。久而久之，呢個人可能未察覺，但心態上會認為自己無法掌控人生。然而，邊個會鍾意失去自由呢？漸漸地，啲人進入認知失調，開始為無法掌控嘅人生揾藉口。由於無法控制係咪返工，我哋便將影響力施展喺一啲虛無嘅事物上，例如政治同財經。好多男性鍾意談論政治，同朋友聚餐嘅時候熱烈討論天下事，彷彿能夠影響特朗普嘅關稅政策。大家嘅立場鮮明且信心滿滿，但有冇諗過呢啲討論對世界真係有影響咩？實際上，無論我哋同朋友傾政治幾咁熱烈，每日傾上10個鐘，為政者亦都唔會聽到我哋嘅聲音同論點。然而，呢一切似乎並唔重要，重要嘅係我哋發表意見之後，真心以為自己影響咗世界。難怪喺他人眼中，我哋對論調嘅堅持顯得可笑。簡而言之，政治同財經嘅討論喺實用上或許無甚意義，但卻能夠為我哋嘅心靈帶嚟慰藉。當我哋發表見解嘅時候，旁人靜靜咁傾聽，等我哋感受到成就感，呢個已經足夠。曾經有次同朋友談論政治，佢提到我哋喺呢一度高談闊論，但對於政治背後嘅因素了解幾多？例如美國正係同世界打關稅戰，但我哋係咪知道佢哋同各國協議嘅具體內容、下一步行動係啲乜嘢，最終動機又係乜嘢？如果我哋一無所知，點樣預測政局嘅發展？呢位朋友嘅見解十分深刻，但人們仍然樂於討論政治，因為不確定性俾我哋揾到自我價值。不確定意味住冇明確答案，我哋嘅論點至少唔會被立即推翻。呢個就係點解政治同財經永遠係無窮嘅話題。如果大家對筆者嘅內容有所懷疑，可以注意到工作繁忙或者家庭負擔重嘅人，例如需要照顧細路仔嘅媽媽，談論政治嘅機會往往較少，因為佢哋有更重要嘅事情要處理。